金门上边收水起到兑换，即摆提供台北市政府讲有飞碟，这是台北市议员简书培讲的。讲台北市政府有请一个中国籍临时工，上班的时间咧算抖音，甚至佫将真济这个郑万安出席活动的影片拢传上网络，加甲将承办业务经济的资料拢拍成影片，互人质疑讲有漏泄市政府公务人员相关的资讯，加民众个人资料的过滤。台北市长郑万安今日接受访问时讲，这个员工为去年8月份是开始请，不过即摆已经离职啦。伊负责的是一般的事务甲搬运的工作，伊未去看到机密的资料。这个临时工都如影随形，不管什么活动他都到。提真侪张抖音的相片，顶面全部拢是台北市长郑万安活动现场影片，为1月到今拢总传12支影片，顶面阁连结写两换一家亲。议员接到市府内部员工压料，希望人阁是台北市府请的中国籍的临时工。是不是统战的作为？我觉得让人十分的疑惑，也十分的怀疑哦。这样子的影片上传，到底有没有特殊的意义？谢谢市长，新年快乐！谢谢。抖音阁抛出郑万安过年时发红包予家己卫兵，含蒋市长徛甲真火，阁清楚知影郑万安真侪种无公开现场，简书培爱北市府调查详细，看这个同事敢是对方派来失败，郑万安嘛赶紧来灭火。去年8月开始聘用，然后现在已经离职。那其实他主要负责就是一般的事务还有搬运的工作，不会接触到相关市府机密的资料。强调这个派遣工，伊的单位算是卫生局，处理是登记照会内容，无牵涉到市府机密。不过网络顶这个中国小姐抖音阁铺文替民众申办，市民的个人资料全部铺上网。这个影片里面有这个临时工在办理民众相关陈情的资料，然后也跟这个蒋万安蒋市长都有非常近距离的接触。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现在也请卫生局再去厘清他相关的工作范围，也会做后续紧急的处置。中国籍临时工在咧上班时间耍抖音，翕市长的影片传起了网络，泄露市民的个人资料，恐惊严重危害治安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